台湾甲博物馆当地筹备，伫台南的台湾历史博物馆最近有买到一批自证诗集，台湾的囡仔册、翁仔册才文物，其中嘛包括伫1960年代上届抢市的儿童杂志《王子》。《王子》杂志的创办人蔡坤林嘛有到现场去到位，讲50多年前为怎样伊要创办这本儿童杂志。放伫桌仔顶的，拢是早期珍贵的儿童杂志甲翁仔册。其中《王子》杂志是足侪人做囡仔时的记忆。创办《王子》的蔡坤林，由文化部官员、甲国家人权博物馆馆长陪同来到台湾历史博物馆。伊看到《王子》的创刊号，甲遮尔侪收藏，表示足感动。伊嘛讲起50几年前，为虾米会创办《王子》？有一天，所有的警察出动，在市面上所有的漫画，假使也无照这个连环图的辅导办法上信的吼，这拢全部没收。没收，毋是限互你出版社无，甲伊收做一个，甲伊堆起来，甲伊放火，甲伊烧，这一寡作家吼，拢失去头路。经历过白色恐怖的蔡坤林，当时为着济漫画家甲作家，才会伫1966年创办《王子》，而且创刊就印2万本。迄时阵真抢市，嘛是1960年代真重要的杂志。伊内容真丰富，主要除了故事以外，还佫真侪，就讲迄阵科学的知识，也是讲真侪各方面的一寡世界的一寡消息的介绍。迄阵主要就是讲真侪少年的读者，对因来讲是一个熟悉这个世界一个启蒙的一个读物。毋那王子杂志现场，阁有东方少年、学友等等，拢是迄个年代的翁仔册杂志。台湾历史博物馆对去年开始筹备国家漫画博物馆，已经收藏8000多本台湾的翁仔册文物。亲像蔡坤林先生这款翁仔册产业从业者的故事，因拢当咧整理，希望伫6月之前会当完成软体相关的规划。记者陈家文、赖伟哲台南报道。